飞了。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许丽丽。今日呢，《村民台飞》会带大家向下来关心，向下起走枫树林。一个枫树林呢，本生态学家看作是海松森林。其实一个枫树林就像一般嘅森林共用，是按正规按讲嘅，还有呢更多一个好处哦。枫树林嘅根发展到真好、真发达，故所佢做嘅老一嘅奶啊。速度很发展到真好，还有同时一个枫树林佢发展嘅素材，做嚟提供河坝还有嘅一个生态内嘅生物，以后古神嘅素材。故所呢，大家知道讲一个枫树林系真好嘅东西，佢下10年来、10年、20年过去嘅，头摆大家知道讲一个枫树林种啊，3万种系对一个环境十分有好处。故所头摆大家就3万来种，3万种讲一个系富有，不过按当年过去咧，一下大家。天天呢看到一个好为证，今日向村民台飞就会同大家向下来讨论，有请到按到特别来宾，我来看啊，按当然过去嘅，我用嚟应应枫树林其3万带来嘅问题。听听就为收嘅今日嘅特别来宾，首先呢，定爱优秀变，提呢系静竹文教基金会的环保法令顾问杜文珍，杜老师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树党的竹北市民代表许代表你好。大家好。接下来系总发言反经保护联盟嘅理事长蔡理事长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是台北市野鸟学会的总干事何总干事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非常感谢林务区保育组嘅组长管组长也特别来到现场了。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非常感谢哦！今日有按到嘅来宾同大家向下来讨论，尤其呢就是我来看到今年嘅一个新竹市政府哦，准批决定我来通用一个天然 EP 金，也就是减减嘅有1300万元按到嘅经费哦，向外讲100太规模嘅大规模的，希望可以来整治香山湿地这边差不多有56公顷的红树林哦。不过在这个同时呢，却引起了这个生态要去重视生态的问题，还有呢，大家就痛批说大开保育倒车。批评说整治红树林呢，这样子大规模的做其实是不可行的。不过呢，当天嘅几米糖豆呀，按那个讲法，按那个议题，向我来做按那个法通咧，大家知道讲系今后怎么战胜嘅，大家糖豆哦进朴素。睇你跪下下去，就系爱留上地枫树拿杜康嘅细树用嘅跪体。特别抢人来改枫树拿，其他条讲实在系高不强。红树林扩散之后，我们香山湿地就少掉了141公顷这个候鸟食物的一个栖地，它刚好局限在我们这个岸边往滩地大概是30到50公尺这个段的一个潮间带里面，这是它适合的一个环境，也是红树林最好生长的地方。所以，红树林一进来啊，它就完蛋了。考量到世界条，这里系一条生物古神的素材，本枫树拿好这位。8年来，新竹枫叶保护协会试提1400万，清提54公顷嘅枫树拿。今年新竹市政府再购出1300万，向100铲提65公顷。那我们本身呢，就是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嘛。这个保育它的概念其实有包含着保护、富裕跟管理3个层面啊。那我们是为了做管理所以才不得不然的一个做法。我说你如果要清除那个地方，我们并不是全部反对，而是你要有一个计划，而且要听取植物学家还是生态学的意见以后，你才去公听会有大家赞成你才做，否则会被贻笑国际大方。新竹市政府按实数变预算太规模铲提，后继还有民间当然反对。不过当天几米糖啊多为留枫树拿铲枪枪，大家都讲赞成。自从有人工栽种这个红树林以后，地质就全部变泥化了，然后招潮蟹、小鸠螺都不见了。我们渔民有下去到红树林里面，发现它那个红树林那个头那边会有一些那个青苔，小黑蚊就在那边繁殖。如果没有红树林的话，南风一刮，北风一刮，海水一泡，那个蚊子都
会全部都不能在这里生存。这个要讲的话，我当然一个地方的建设，就像我们讲革命好了，一定要有说破坏，再有建设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对了。那你要破坏到哪个景点，或者建设到哪个景点的时候，我刚才就讲自然的环境跟我们的人为的一个设计或者怎样，这个是相容并存的。那当然，今天假如说，你一直让它漫无地的好，我们一直保育它，可是你影响当地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比如说生计，比如说他的生活环境，天天要遭受蚊子叮，那请问你会作何感想呢？端正要先做咩一条生态系，太兴记起落去，环境生态咁都会掉。一场风苏拿见面，引起嘅所谓爱产体也唔产体嘅征服。好，下面看到哦，当到向前谈到。讲亚哈市政府要来产体风苏拿，睇下吃到动好。认真讲到讲呢，受到亚嘅环境嘅影响哦，尤其讲到吃到风苏拿，因为成门呢，古早谈到亚哈要来产的风苏拿吃到懂沾省，不知道这个部分哦，像我们地方上已经有这样子说要铲除的动作出来之后，乡亲是说对生活来说是可以提升的，不知道代表您怎么看呢？其实小黑蚊它其实是主食是藻类，所以我们应该是赶快优先的来为附近的菌沟来疏浚，甚至是长得比人高的杂草，应该要赶快的立刻去做修剪。这是我们对这次第一个提出质疑的理由。其实市府现在一直在说，其实这个不是原地生长的，是把它导向成是外来种。但是其实不是原地生长的，它是原生种。当其他地方都没有很立即的去清除外来种的这个时候，我们时代不宜的这么草率的去决定去清除去处理我们的不是原生地的原生种。是，所以代表您是反对现在要来大规模砍除当地的香山湿地红树林的。其实从卫星图来看，我们甚至其实是直接用地理的状态去合理的怀疑说，它其实现在已经长到一个平衡线。我们现在红树林这个面积已经长到一个生态平衡线，也就是说，长到这个填海造陆土体所造成的所拉出去的一个平衡线。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去清除这个动作，你不清，你清了它也是会长回来，那你不清，它也不会再长出去这个平衡线。所以等于说，现在铲除了对后续来说是没有用，因为红树林春风吹又生。那老师，您觉得现在要来铲除这个红树林，确实可以改决还有说杜绝刚才民众一直提到的这个问题吗？还有像我们来看哦，说过去红树林不是属于这个地方，但是10年过去了，我们从这张图上面来看，2003年这个大庄溪到三信溪出海口往北的这个地方哦，出海口上面呢，原本2003的时候红树林大概一丛一丛比较稀疏啦，但是呢10年过去，2013之后出海口变得很多的红树林布满了。老师，这个是造成居民所认为的这个环境影响的主要因素吗？这一张图给大家看的是，这个不是国外，也不是那个其他县市，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新竹市政府大力鼓吹的。我们现在在谈的最大的红树林要铲除区域的旁边，就是有一个新竹市政府盖的，叫做红树林生态公园。是我们实际也有到那个地方。对，那媒体也去访问，那当地的居民说，哇，这个四季如春啊，风景如画，是，那个啊，大家都很高兴。然后附近你看那个群鸟挥舞，然后啊，市政府官网上面大力推销。这个我们这张图上面也可以看到，是红树林长得非常茂密的地方。对，所以说要谈的话，其实很多问题化被简约化的，说是种红树林之后，红树林长得很快，拜托红树林长不快，因为这个地方是48年才在这边种小量的，结果民国60年这边垃圾掩埋场盖的，后来盖了新竹渔港，这边的土体下降造成整个路线沿海路线整个路化崩溃了。这附近呢有一个记者，他长期在追踪这个访问很多学者，他说最主要元凶是这个土体效应，所以说加上这个后来这边盖了一个客雅污水处理厂，那等一下我们可以从卫星图上面看到更详细的，连小学老师都告诉说这个设计不当，这个地方是三星溪出口跟客雅溪的出口。各位看到早期盖的那个垃圾掩埋场，就是挡住那个河流的出口。所以说，拜托，不是红树林在挡河口，是人先去挡它。
红树林快速的扩张增长的状况，从空拍图看起来大概是怎么样？2004年的时候，海岸边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2010年红树林开始一些长出来了，然后再来呢，2014年哦，它就再长得更多。它可以看到，就是这一片已经长出来一小块，或许我们从空拍图来看是一小块，但是呢，实际来看或许是很多，所以空拍图才会看到它的这个比重是慢慢的扩大。那再来呢，还有其他地区的养殖池哦。其实刚才呢，我们到了实际现场之后哦，其实很多居民甚至是这个进行养殖的业者，他们对于红树林来说是非常厌恶的，因为他们说他们就在这个养殖池就在海岸边而已，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小黑蚊，他们所说的小黑蚊，认为是红树林带来的。可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从养殖池旁边来看，这一捆一捆就是一温一温正方形，非常的整齐的这个地方，2004年、2010年、2014年，这里整个长出来，布满整个海岸边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要来疏伐？到底是不是要来砍除呢？请教蔡理事长，只要不砍的话会怎么样啊？这个对河岸边来说，本来没有红树林，像新竹香山湿地是北台湾最大的一片潮间带，是它其实是一种淤积型的一个克雅溪出海口的淤积的泥沙，所以如果红树林种在岸边的话，其实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区域的防洪排水，很多排水沟，像在彰化的问题也是一样。红树林本来没有种了之后，其实一直往内陆的河道在扩散，结果本来可能是50公尺、100公尺宽的河道，一半以上都被红树林占走了。这是在彰化的一个排水沟的出口，也是在30年前种了红树林。那每一年台风季节，一定水门出口一定要把红树林给疏通。如果你不疏通的话，你看会变这样，整个又塞满了红树林了哈。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从整个系统性、生态系的系统来看，并不要去怪罪。其实我们常常也被说，好，你们支持要移除红树林，就好像红树林是不好不对，其实是人是做了错误的决定，去种了红树林，在不该红树林种的地方去种了红树林，造成红树林造成后续的危害。所以我们做经营管理，只是要去处理过去人所犯的错误，并不是说要2分法，要砍或是不砍，或者说红树林就是不好不对，不是这样，是人自己犯的这个错。是好，谢谢蔡理事长哦。那继续请教这个何总干事哦，它疏通了之后，那或者说不疏通，它这边会造成其他的效应，比方说陆化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嘛？红树林增生快速扩张的话。因为红树林它成长的过程，它有一些这些在生态系来讲，红树林的落叶，它就是一个有机营养盐、有机营养的物质。它其实红树林在早期我们在教科书里面都提到，它有防洪功能，它有蓄养很多鱼虾贝类的功能。那是在现代来讲，我们来看到是它因为它的快速扩张的效应哈，才10几20年，其实对人类来讲好像很慢，可是对自然环境的历史演替来讲，它是非常快的。那它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其实它的落叶堆积的层，它其实还有就是说上游泥沙，它下来在这边会沉积，所以它2个相乘效应，它会让它的这个长得非常快，它的里面的底泥会改变。所以刚刚居民有讲到说，原本香山湿地是沙滩，但是红树林一进来之后，它会变泥质化，就变陆化，会陆域化、泥质化，然后再来呢，它会让它的族群更会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它会慢慢的扩张。其实它是会慢慢扩张的。以刚刚那个香山湿地的红树林的状况来讲，其实它还没有达到顶点，它还是会扩张。如果说我们人为没有去做任何的管控的话，其实就是它会，因为它要生存，所有生物都要生存，植物也要生存，所以有利的地方它就会去扩张，它就会去扩散。对，是这个样子。是。好，谢谢何总干事哦。香山湿地呢，占了是1600公顷。刚刚蔡理事长也提到，是大甲溪以北最大的潮间带湿地，而这边呢，就有大量的这个鱼虾贝类都在这里生存。这里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非常好的栖地，所以呢，水鸟过去也很多，但现在呢，据居民所说呢，是水鸟还有这个生物多样性越来越降低了。招潮蟹，刚才居民说啊，以前好多蟹，什么蟹都有，现在慢慢的看不到了。104年度香山区的红树林呢，新竹市政府打算要来清除这些地方，而昨天代表也跟我们说，在这个决标已经进行完成了，所以这个预算已经拍板定案，确实就是要来除。而我们来看到它要除哪里，就是这个红圈圈里面地方哦，还分照
不同的阶段来做。第一个呢，要先准备在三信溪口以南，还有海山渔港以北这边的海域。第一阶段要先来去除的是密集区，可以看到这个红一撮的地方哦，这边就是长得最多的，所以第一阶段要来处理这个56公顷，要来进行疏伐、进行伐除。再接下来呢，第二阶段，明年希望可以来做到这个小苗区，要来把它整治，大约是284公顷的地方哦。而我们也要请教这个管组长，我们属于这个湿地的这个保护中央主管机关。像现在哦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其实它要靠人工除，有办法吗？我首先说明一下，香山湿地其实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是我们是以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主管机关来看这个问题哈。那当然，那个目前来讲的话，它新竹市政府，因为我们野动法里面规定，就是保护区的话，野生动物保护区是由地方政府来负责主管的。地方政府主管，所以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去做。可是他有分区经营管理，然后有边经营管理计划。那他经营管理计划也要经过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以后，他的经营管理理论上是要在他的经营管理计划里面的经营项目里面来去实施。那如果因为之前红树林扩张已经都持续在做，所以我们当初也同意他，就是说你用疏滑，然后不要让它扩散的太快的，对，防止它扩散的方法去来实施。是啊，那我们是有同意，而且我们也有补助他来做。那现在他一直强调就是说，因为他以前的做方法效果不是很好。是，组长，我们来看这张图，我帮大家整理出来。您刚刚说过去我们就有在补助当地要来伐除嘛，从2007年到2014年哦，中间的林务局跟营建署呢，其实是一直都在补助这个新竹市政府来进行红树林等海岸复育计划，而且7年来是花了1700多万，已经清除掉了，已经62多公顷已经都清掉了，所以呢，这样子7年平均下来，1年花了213万在维护物种，而是不是全部都放在红树林这边呢？我们的经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他最近2年有跟那个海岸湿地的主管对其他单位申请比较多的经费，我们大概1年都50-60万的维护经费。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第一个适当的疏滑，然后第二个就是抑制小苗的扩散。我们的主要经费，而且我们是希望用人工的方法。所以我可以说，大型机具进去铲除、进去香山湿地来整除、伐除之后，这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对这一部分，我就是看它的规划，就是在施作中的规划。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破坏环境最小的方法，最短的时间内去实施的话，那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就比较小。所以说这规划的时间跟它的手段方法是很重要的。是，谢谢组长哦。那代表您觉得规划的手段跟方法管理上面怎么做会对当地比较好？其实，在我们国家湿地保育网上面也直接写了说，我们香山湿地台湾早蟹在废水处理厂的填海造陆之后就已经锐减了80%，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担心的说，这次挖土机直接进去会让它趋近于零，全部都没了。对，台湾老师，那您怎么看呢？过去这些疏伐有用吗？有成效吗？诚如刚才那个林务局的管组长所提的哈，可以证明一件事情：目前新竹市政府做的已经招标的话是违法，因为他都不知道他要大型机械进去。所以说，我们回到刚才讲的，10年前的疏伐，它的原因就是说要让生物恢复多样性。老师，你刚刚说谁不知道大型机具要进去？有啊，组长说他要进，他知道。对，当然有核准吗？你有核准吗？这才是重点。组长，这个是需要核准，中央机关先核准才可以先进去。没有，我要看他经营计划书里面有没有这项，然后就是他符合经营管理目的的话，譬如说我的经营计划书里面我是要降低红树林的那个存在的话，因为我们当初他经营计划书有报到中央主管机关来，我们有核定他一期的经营计划，那我这期的经营计划书里面有没有这项目？那如果是符合他工作项目，当然就可以他可以自行去做，对。那这就是我讲的很诡异的地方哦。10年前为什么要用人工去疏伐？不是去疏伐，种是民国48年，50年前就种了 ，OK。那原因就是说，因为这样才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就是刚才那个代表所讲的。连国家保护湿地的单位都知道，说是因为附近的人为的设施陆化的结果，让这个生物多样性锐减了80%嘛。
所以我说始终讲红树林是替死鬼。好，我们回来讲这个题目。原来的题目，所以说10年前不准用机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会破坏生物多样性。结果今天为什么今天用今天，所以他今天不谈生物多样性了，他今天谈要除小黑蚊。那刚主管单位提到过，环保署教育全国的民众说，小黑蚊的话，它在生长的环境里面只能够离开它的栖地，飞不到50公尺，它的高度不会飞超过1公尺。那真正原因是你的居家附近可能有那个很浅的水池，有绿藻、蓝藻之类，才是造成小黑蚊的原因。所以说并不是这个地方。蔡理事长，您有实际在执行的经验，其实我们是一直在疏伐红树林，大家是用什么方式？像我们过去其实办的都是拔红树林的幼苗。幼苗，因为幼苗扩散速度一直往外扩的话，其实是会让红树林的面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办活动，其实像那种已经长成林的大型的红树林，其实用人工根本是没有办法清除的。所以我们一人一天可以拔多少啊？大概一次下去，一个人拔个30-40个幼苗，因为你走下滩地，而且很泥很陷，会陷下去。其实有它的难度在。对，有它的难度在的。其实刚刚大家对红树林争议，还是像。我觉得小黑蚊是失焦了，重点并不是在小黑蚊上面。所以现在可能大家地方民众搞错问题了。对，其实我们应该是从整个红树林在生态演替上面，如果说香山湿地早该有红树林，100年前、200年前早就该有了，早就长出来了。对，不用说，因为30年前大家才开始去种，因为种了之后30年，这个尺度对整个生态演替来讲还是很短。那我们已经看到立即造成整个生态生物多样性，其实红树林下面的生物多样性是更低的，比我们原来开阔的这种泥滩地，其实里面的物种螃蟹是更少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讨论回归到说，是要从生态演替、生态系的整个循环的角度来看这个红树林的议题。OK， 好，这样子投入大笔的经费有没有用呢？我们来听听看新竹市政府产业发展处他们的怎么说。红树林在这边也会有一些物种喜欢红树林物种在这边，可是它并不是以往这个原来这个香山湿地的面貌啦。我们经过了几年的调查包括荒野协会啊。还有鸟会的调查，就发现呢，清掉以后，那个鸟类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的数量都有增加。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新竹市政府产业发展处的副处长洪富，他对于这个红树林现在要来伐除的一个说法但他们也说呢，他们确实是这个主管机关，所以呢，虽然有一点点争议，但是为了长远来讲，觉得现在进行整治、进行伐除是必要的，而。说这个实际上呢，伐除之后几年来的成效，还有研究报告来看其实这样做是好的，对地方来说是好的，生物多样性恢复了。那请教何总干事这个适当的疏伐，真的是，其实我们也知道，适当管理自己当然是很重要，当然生态更是这样子的做法。可是怎么样叫做适当呢？适当其实就是因地适宜这4个字啦。因地适宜，这4个字很重要。所以在我们生态学里面有一叫做适应性管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说实在，它原本没有的，可是因为经过人为种植之后，它就算有，或者是天然环境的有，在我们现在台湾来讲，我们是高密度的人为的居住环境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你需要人力去做一个人为的管理。红树林在这个地方，它到底造成的影响正面跟负面是什么？必须要先理清楚，因为有的是正面的因为全世界大家都在谈保育红树林，这个已经讲了大概20-30年之久。可是为什么台湾？因为我之前大概在10年前开始就已经参加福建省林业厅，他们大概每2年办了一次红树林的保育研讨会。你看他们在保育，那我去参加。他们的保育做法是什么呢？他们的保育做法是说，红树林它当然还是以前的那套我们以前教科书的说法，有防洪。然后有这个国土保安，对国土保安的作用，对巩固河岸，它的确有的，这个是正面的。可是负面的是什么？他们的研讨会不会提，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怎么会没有发现呢？因为他们的红树林在他们当地来讲，不像台湾，我们的尺度面积很小。我们今天在谈新竹56公顷，我们的关渡红树林大概也是大概100来公顷左右。可是在中国大陆，随便一个河口附近的沼泽的环境，都是上百公顷、上千公顷的滩地。大陆的他们在河口河岸的生产生活跟生态，他们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也就是当地居民他就是很高密度的利用这些泥滩地、滩土地，他们去做一些鱼虾贝类的生产，所以他们会适当的抑制红树林的扩张。
所以你政府根本不用花钱，他的老百姓就自动自发的就维护了那个滩涂的。乖乖大家就来管理。对，他要管理，他不管理的话，红树林占满，他就没有鱼虾贝类可以抓了。一件事情不会只有一个影响哦，而且呢，刚刚何总干事也提出，其他国家的做法跟红树林是怎么样维持那个当地的生态平衡，我们能不能学习，能不能做到，或者说现在造成的红树林快速扩张、快速增生的问题怎么解决？而民众呢，实际我们走访，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带您一起来看，顺便休息一下。每次红树林整治的时候有没有哈？还没整治之前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我们这边的垃圾哈？是不是这样就出不去？那大涨潮的时候有没有哈？也是阻碍的一个我们出海口的一个，所以变成说两面夹击之下的时候有没有造成一些垃圾啦或者怎样脏乱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来讲的时候有没有？假如没有整治的时候，那请问各位哈，这边水搞不好我们就淹水了。我想，如果有红树林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光给小飞蚊叮得游客都跑光光了，就连一个人也不会在这边了，我都想搬家。我是以前他们在种那个红树林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蛮不错的，我不知道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假如今天有人敢在这里再种下去的时候，我一定跟他拼命。以前那个早期没有红树林，就是有那个招潮蟹，什么蟹都有。为什么现在把蚊子请进来？我们养殖业养鱼给客人钓走回去吃，可是照来那个蚊子咬客人，客人不来，我们鱼要给谁钓？砍那个是没用，一定要处理掉。都会归上我们这个里面来，有的被叮得像红豆冰。去发烧去住院，所以今天我们说在红树里面有，他们这里是有小黑蚊，那这样我说我在森林里面也有蚊子啊，那难道是我们用这样的逻辑去推论，我们要砍掉整座森林吗？那这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心里会蛮挣扎的。可是，因为机械式下来，对这个基地上会有压实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如果不做，它底下都长满了呼吸根，连螃蟹挖洞的地方都没有。其实我有帮他算过因为他是要50公顷的那个费用嘛如果1公顷用怪手来挖，大概4天就可以挖完了那这样算起来大概150万左右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如果说泥滩地它比较工作性比较差，那需要铺那个铁板，然后慢慢做好，那乘以2倍的那个时间，大概300万就可以解决。那为什么是1300万？其实我也不理解了。那我呼吁就是说这件事情，市政府不应该用一个粗暴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我觉得他应该把那个钱拿来做整体性的规划跟管理。村民台地嘅讨论现场基本会特别来关心一个风速呐，尤其係一下新竹市香山湿地嘅风速呐，10年20年來上到10萬件，還有控山到1件，所以係乜嘅問題造成嘅，送給團呢，大家就有對呢個問題向下來討論，還有呢，基本嘅親市機就會講，下新竹市政府呢準備要花1300萬元。当然，昨天最新的这个绝标金额已经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个香山区的大庄里红树林清除作业，根据这个政府采购网昨天最新的消息出来，这个经费是1270万，总金额已经是将近1300万了。所以是不是一次清除后患呢？希望可以说改变这个人为种植以前错误的政策，是不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因为以前呢红树林强势蔓延，然后1300万除了，是不是真的可以全面来清除，避免海茄冬卷土重来？而且上一阶段我们也说到，1年差不多是花了213万在维护物种、清除红树林，全面清了，花大钱之后。连年维护的费用是不是一起省下来了？再来呢，现在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大家认为说红树林增生造成这个陆地陆化，影响招潮蟹，影响水鸟，还有造成这个生物多样性被阻断，泥滩性通通都变了。危及栖地是不是用1300万可以处理起来？再来呢？
刚才我们透过这个心底话，民众一直说，附近的小黑蚊增生，好多问题，而且海岸垃圾的问题不断，造成他们的生计受到影响，生活品质低落。究竟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哦，其实投入1300万之后，是不是分阶段来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香山地区居民他们的困扰哦。而现场呢，我们也刚才邀请到这个蔡家阳理事长哦，他带领大家用教育性质来处理，来抒发红树林是用手工人工拔除的方式。我们先透过一段 VCR 来看到蔡理事长他所做的这些教育活动，回到现场继续讨论。伫田南高看国下，惠雅顺贵片的强悠悠的，中华凤燕的枫树芽、上底亚、叶建叶、叶丝叶，已经长的35公顷的，不过加到并唔系最先多类的成本。当时大家认为红树林很珍贵，需要富裕。看到中部没有红树林，就说好，那我们就来种吧。他以为说这样子种的话，是对中部彰化海岸是有帮助的。严格讲起来，叶片枫树芽系偏为晒类的。数量当多，上嘅速度要轻脚。它开花之后就会结这个果子，这是它的种子，海茄冬的种子。它的种子量非常的大这个河道是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的。然后不要说等到哪一天真的水排不出去，那个损失会更大。实在嘅挑起機，佔定也貴片嚟嘅天，水調冇辦法啲也行，啲也落實。天天呢天見雷見硬，本單嘅物種未看唔到嘅。2年前天風紅是4台100萬元，搶怪數來錢睇鴉片楓樹芽。過後環保團體沒發現有啲生物都進來嘅。個問題係講冇繼續變到醫酸落來產，一頭一頭嘅細樹用嘅，又為了貴片嘅攬果梅嘅天好強強。我個人是非常支持這樣子大面積的移除，至少有效的去控制一个可能是失控那么大面积红树林的环境，但是因为这么大面积需要比较多的经费，而且风险也比较高，生态恢复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我认为没有到最后必要关头要用大面积移除的话，还是大家可以考虑看看用那个围堵的方法。繼續向北下來到北台北。淡水作為也貴片的水比例，頭擺咩實驗整開發計劃，強強為本人產鐵。我們花了幾年的功夫，把淡水竹尾紅樹林這個生態系全盤了解，認為它有科學價值，認為它是保護國土保安，還有經濟上對於海期生物的這個豐富的營養源的一個來源。所以呢，想红树林他们广告红人成生态杀手呢，我们非常非常的反对。他不懂生态所以这个红树林是一个保国土保安，同时也是维持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一个植物。公司的生物复杂，还有地方隐私，当初见的一种，随便的枫树芽将会保留下来。一下按當年高鐵咧，本集地方枫樹芽見來見到，韓國引起另外一場留也唔留嘅保衛戰。同樣受到紅樹林困擾這個問題所擾的，不止新竹香山濕地，還有彰化。蔡理事長，我們這個成效，您剛剛也說，其實這個成效用人工拔除的方式是很慢的。而您對於這個新竹市政府現在用大型機具來大面積鏟除，您說其實是贊成這樣的看法的。如果要真的處理紅樹林的問題，確實是大面積的移除是可以比較有機會一勞永逸。因為我們過去看到疏伐或者是小面積的清除，因為你種源還在，所以它的種苗春風吹又生，對，又一直長，所以你每年可能花100萬、200萬，每一年這樣子的花費，其實都是在浪費錢。真的是在浪費錢。對，所以我是覺得，如果沒有真的說到一定要完全移除的話，我建議是用圍堵的方式，讓現在的紅樹林面積不要再繼續擴散。所以老師，您說圍堵要怎麼圍堵？是一個範圍這樣子把它框起來？對，就是比如說在現有的，比如說新竹香山53公頃的那個外圍，用我們一般捕鰻魚苗的網子，或者是那種牡蠣殼膠，你就是堆一個
堆一排的牡蛎壳，让那个高度是跟潮水一样高度，这样子它的胎生苗或种子就都只落在过不去，它只落在一个被限定的范围里面。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确保外面的滩地就不会在后续有更多的幼苗继续的扩散。理事长，假如说没有我们这样限定它真的会无限长出去？它会慢慢可能5年、10年，因为你水流太强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定着。但是它一代一代，它等到它的母株或者它的主群体已经让整个泥滩地慢慢的垫高，水流变缓，然后它的水流速比较慢的时候，幼苗就可以慢慢的生长。所以这是一个演替朝向一个陆化、干化的一个演替。那这个演替虽然自然界会有这样的这个抑制的作用，但是因为这是人为操作、人为去种的，那我们回过来看说，我们台湾有原生红树林的地方，通常都是水流比较深、水流速比较快的地方。结果我们在新竹香山跟彰化的这种泥滩地，都是水流比较缓、水比较浅，所以其实这种环境正好适合红树林的快速的生长。所以要怎么因地适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红树林它这样子它有这么多好处，当然这是它的价值，抵挡潮汐，还有这个洪水，减少洪水的冲击。它也是动物栖息觅食环境，再来呢，它具有人文自然的景观价值。所以面对这个越来越多，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它到底应该怎么样呢？伐除大面积红树林之前呢，首先评估是不是真的需要啦，还有呢，再来确实真的对生态是好的话。这林务局的说法也希望说，您可以提出数据来提出有力的证据。其实，在过去，1993年开始呢，很多单位就积极在我们西海岸地区，就像蔡理事长说，它原来其实是很适合红树林来生长的，所以呢，那时候大家来兴起一股富裕的风潮，很多人认为呢，越种越多，这样其实是好的。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植栽并不等于富裕，不是每个河岸口呢都很适合红树林来生长。可是今天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可能造成生态环境单一化，河道会阻塞？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现在树已成林了，接下来对于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想象？有什么样的未来？民众怎么说？一个是在民国97年，一个是在民国102年，我们有做1公顷，然后102年我们做了5公顷机械式的疏伐，然后很快的疏伐完之后，一样，它2年3年生物就恢复了。我们不是要去破坏，我们是要将生态复育完整这样的情形还给我们原有的一个生态。因为我是台中来，我们台中那个高美湿地就我觉得保育的不错了。它没有它现在就是做那个什么人行步道，有没有？人都走在上面，所以旁边的蟹类啦、鸟类啦、弹涂鱼，我现在复育的蛮成功的呢。像我自己个人认为的话，我觉得这么好的风景。有海有水，又可以看到风景，还有山。那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人生态、身体都很好。这样子。我个人现在目前是住在新竹市然后因为新竹市盖了这一座17公里海岸线，沿途上有很多跟我们有很好的观光景点然后那个亲子活动的地方。那我希望说。有关单位可以针对我们这个新竹特有的这17公里，沿途从南寮到海山渔港沿途这一段这个过程，可以建设发扬很好的一个观光景点亲子活动的地区。刚才一直提到红树林这个呢，其实是因地制宜，而且呢管理非常的重要，这是人为后来要继续对它的管理之责而台北的淡水河红树林自然保留区，1980年的时候，当时遭受到大规模的破坏后来呢，经过大家严格的保护，还有刚才我们也看到有生物学家还有生态学者呢，他们那时候是极力来发起说不能砍除这样的活动，所以呢，后来红树林的面积经由保护从20公顷成长到40公顷，成为台湾地区面积最大。而且呢，也是非常完整的水笔仔的纯林，但是它管理的内容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现场请到这个台北鸟会的总干事何总干事，是不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淡水河红树林的自然保留区，它现在管理的内容是非常适当的，有没有可以提供我们香山湿地或其他地方学习的地方？那在红树林底下呢，
的确没有什么太多的鸟类。我们以鸟类来讲，那螃蟹当然是有，可是螃蟹的话，它的这个螃蟹的就是它的种类是改变的，泥滩上的、沙滩上的跟红树林底下的螃蟹是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红树林的高层，也就是树顶上层，实际上是有这个鹭科、鹭鸶类的鸟，像小白鹭、夜鹭这黄头鹭这类鸟是会把红树林的顶层作为一个繁殖的巢区，所以那边有形成一个非常在蛙子尾是形成一个小的巢区，但是在我们关渡的自然保留区上面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巢区，这个是以前没有的。这个在每年的5、6月到7、8月这段时间繁殖季，将近有700、800只的鹭鸶巢、银巢区是在那边繁殖的所以说在那边的管理上，以它的自然保留要保护这个红树林讲，它现在目前是管理的还算是已经算不错，有到位。那在民众的这个游憩休闲上，的确有看到很多。我们的观察，很多的家长带小朋友在那边玩，当然因为变成一个教育家庭游乐的空间对，当然就是说有人带领呢是比较好啦，但是没有人带领，当然还是很多会下到滩地去想要去找螃蟹，是这样子的。那可是那边的话，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污染的问题，是有一些污染问题在那边。所以总归是像红树林，毕竟在这个地方呢，它增生，然后造成您刚刚说的生物改变了。对，那我们可以进去对它进行一些管理作业，或者说像书法，它是可以的吗？是，我们要这样讲，因为它的要回到最原点，就是它到底的设立保留区或者是动物保护区的重点的目标对象是谁？保护的对象是谁？对，目标对象是谁？那以竹围跟蛙子围来讲，它的保护对象就是红树林。是，所以红树林不能动。不能动。那说实在，那个地方保留的状况也很好，它一直在，甚至它一直有一个掩替老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最早的红树已经开始脆化、死亡，甚至现在有中华新天牛在这里面去产卵，然后也造成红树林部分的死亡现象，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的机制在。那在我们关渡的话来讲，我刚刚有提到的关渡自然保留区，它保护对象是水鸟。当初是一片滩地，有芦苇丛，有江咸草。可是红树林进去之后，滩地不见了，水鸟不见了，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生物相的改变。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去做因地制宜。关渡竹围跟这个蛙子尾的红树是的确就保护住了，它也生长得很好。可是关渡来讲，我们就是很希望去做书法的动作。是 OK， 好，谢谢哦。红树林呢，它当然有非常多的价值。我们从这个3张图来看哦，生长呢，它是在热带、亚热带这边生长的，所以呢，在河海口的交汇地方沼泽地，它造成了这边地方生物多样性。我们今天来宾一再提到哦，沼泽鱼虾贝类还有鸟类非常的多，所以呢，海栖生物丰富，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栖地。再来，学者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海上造陆的森林，所以因为它衍生了新生地出来，它有国土保安的功能，还有呢，像刚才有提到的家庭观光、游憩，它在都有非常好的功能。可是要怎么样取得它的平衡点呢？所以并不是说有红树林就是好事，到底这样论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再透过这段 VCR 一起来看一下红树林在各地蔓延的状况。台江国家公园总面积有39310公顷，它有水域跟陆地。那这一条河道是人工开发的。顺的天天的声音台南，西草是提嘅竹排港水路，风苏那嘅样嘅抽烟啲水调度，来到也從現景用嘅暗醬嘅綠色濃度流掉，大家乜嘅歡喜。這是海茄冬，那一顆是海茄冬，裡面有一艘越南來的船。推廣風蘇那龍。用江嘅風景，讓人家來來去去嘅人客。不過用30體嘅風樹呢，命運是全無相同。所以我是觉得说，以红树林来做一个观光景点或者怎样，这个当然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部分就对了。但是我们希望说，跟当地的一个生态它是结合的。就像我刚才讲，这么多杂乱或者怎样状况有没有？每次都是堆积垃圾，造成一些污水或者怎样，然后造成一些小黑蚊。这个一个部分的话，我想这个大概是跟当地的生态没有办法一个相融的。天然嘅天然環境就係調嘅古城一號嘅素材，河北係有留熱帶，有千豐富嘅生態。這條係用其大馬古嘅牛吸收吸下，入邊係千好嘅資源，
生态高设。刚好来，刚好在新竹，不错啊，带小朋友跑一跑。希望它可以保留下来吗？还就不要破坏它吧。可以透过规划啦，比如说人走的有一定的线路步道，尽量不影响到旁边的啊，这个就是要取得平衡啦，看当地政府怎么规划。规划应用的规划，经过暗从时间的演变，环境生态又应用的好好的利用。红树林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保育物种就对了，可是你只要让它漫无的一个生或者怎样状况，大概差不多5公尺的范围先给它砍除掉，然后让这个海水有没有至少能再流通。或者你不流通或者怎样的话，有些垃圾或者怎样，几乎它不是变成海水，它是变成污水。红树林在那个地方其实是保护香山地区海河口的生态的国土保安很重要的工程。虽然它会慢慢扩大，可是你也可以经营嘛，但成为一个利益盎然、非常好的观光的生态环境教育的很多的重要的一个据点。为顾到生态平衡，又为顾到公共效益，嘅应用嘅共用系枫树林，共用啲香山，上啲鸦片嘅，为老嘅规划做江嘅公园。不过另外一片，上到海岸顺嘅，就系有等人看到手脑，为老嘅产铁。我们看到影片当中同样是红树林，但是却有2种命运。组长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同样是红树林，有一边可以变成公园，一边却是可能要把它进行疏伐整除掉呢？刚才大家一直强调，其实整个过程中大家一直讲到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里面大家都强调物种的多样性。可是生物多样性里面其实有3个目标：基因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跟栖地的多样性。那最主要是栖地要多样性，物种才能够多样性而已。所以你不能为了一个栖地就说它的物种，消失了一点，就是说它多样性就降低了。是，对，所以说当然同一个地区如果能把红树林跟这种沙滩地保护下来的话，它的多样性会更多啊。因为那个红树林有红树林的生物，沙滩有沙滩的生物，而且一样，红树林是沼泽地，红树林沼泽地的招潮蟹跟沙滩的招潮蟹是不一样。那红树林的沼泽地里面有滩涂蚁，沙滩的那个地区的里面就没有滩涂蚁了，所以这种生物多样性就看你怎么去维护。所以我刚才讲过，就是你要去适当规划。那当然，如果说你经营管理的目的不要让红树林来扩张会影响，那我们如何去管理？那当然这些有时候这种大自然生态的观念不是我们人为所能控制的。譬如说有些河流急的地方，或者说造成海洋的冲刷的地方，是不是它就红树林比较不容易生长？那这边比较稳定的地方，沙滩堆积的地方，是红树林长得就会比较茂密。那这些是不是有刚才杜老师所提到，是因为人为的构造造成突堤效应？那某些地方的就红树林增加，某些地方可能一直冲刷，红树林就消失了。其实这些大自然界的因素也都要去评估啊。那学者专家也提到，就是说红树林其实有时候有一些防沙作用。为什么我们在西部很多地方林务局要去防沙定沙，要去种很多外来种的木麻黄？为什么？因为木麻黄在黄沙定沙的海岸是第一线，是非常有功用的。对，那红树林如果有发挥这个功用，如果当地如果有杀害危害的时候，当然我们是要考虑当地的环境因子嘛。如果是需要保留的时候，对环境比较好的时候，那是不是要适当的保留？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全盘的考虑。人的问题，而且是管理的问题，对不对？对。从空拍图来看，我们看到这个10年多来，甚至我们学者提到有20多年来，甚至好像在40几年前，人为就开始在香山湿地这个地方种红树林。好，理事长，您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到这边呢，您为我们下个最后注解吧。其实台湾海岸有很多不一样的北中南不一样的生物的物种，所以保护域的标的应该是看各地海岸的状况，而不是说红树林很重要，所以中部也要去种红树林。那反而中部的云林观草没有人去在乎，没有人重视，所以我常常觉得也不能说从台北观点或是某些学术的观点就把一概而论台湾的海岸线好像都要种红树林才叫做国土保安，才叫做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要尊重每一个在地海岸的这个特性。潮间带很宽，就像淡水河口，潮间带最宽的。没有很宽的潮间带，它红树林最茂密的并不是在巴黎或者是淡水河口，而是在第2线。
所以那个红树林的生长自然环境就是在那种水流比较深，然后滩地面积不会那么大的地方。但是在中南部、中部的海岸是非常宽的滩地，所以那个生长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看生物的特性、环境的特性，再来决定这个红树林对还有管理要处理。OK， 绿草如茵。砍与不砍哦，这当然是很美丽，但是呢，砍与不砍各有坚持，而且呢，最重要是人的问题，怎么样去管理，可以让它发挥1+1大于2的效果，而不是造成大家的困扰，甚至是降低生活品质，是不是这样论点呢？我们今天做了非常多的讨论，而且呢，也希望说这里可以管理得越来越好，让每一个人涵盖到嘅乡亲都在接圈资源、接圈生态环境，还有呢行检好把口、行检会顺。来乡下来爱护人嘅土地，涵盖到嘅想法呢，分享大家上到社区网站留言乡下来讨论。今日非常感谢所有嘅乡亲乡下来参加，什么感谢？按子谢。